第一章節我哋睇咗聯儲局嘅一個動作，一個決定，可以預先話到俾我哋聽個市幾時會轉勢。今日第二集我哋會睇睇點解美國失業率上升緊，陣間會提到嘅另外兩個經濟指標都轉弱緊，經濟學家同埋傳媒頭條都警告緊經濟衰退同埋滯脹。不過美市仍然日日創緊新高，完全無視衰退預測，呢個就係目前最吊詭嘅經濟現象。今一集我哋會睇睇有咩因素係導致咗過去好幾次嘅好嚴重嘅經濟衰退，攞嚟借鑑同比一比今年25年嘅一個最有機會導致經濟衰退嘅催化劑。除此之外，最重要嘅就係揾出一個重要因素，點解可以撐住美股同埋美國經濟一路都未發生嚴重衰退或者大崩盤？而作為投資者嘅我哋就要密切留意住呢一個因素，因為佢一轉變，同上集講嘅聯儲局嘅 pivot 一樣地可以將我哋由神壇拉落嚟。以下嘅影片全部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投資建議。各位做投資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近幾年已經有3個指標俾緊啲 alert 我哋㗎啦，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就係美國失業率啦。睇返1960年以嚟嘅數據啊，每一次失業率當佢飆升0.5%咧，接踵而嚟嘅就係經濟衰退。例子2001年經濟衰退之前，喺2000年失業率已經升咗0.5%。同樣地喺0708金融危機之前，2007嘅失業率已經升咗0.5%。近來啦，其實由2023年年初失業率都已經升咗0.5%，而且呢個趨勢仍然係持續緊嘅。過往咁多次嘅歷史數據咧，每當失業率出現呢種上升嘅情況咧，幾乎都會帶嚟經濟衰退。咁所以經濟學家啦、主流媒體啦，全部都由2023年開始一路講經濟有可能要進入衰退啦。不過呢2年裏面講咗咁耐，失業率亦都繼續上升緊，但同一時間美股係持續創緊歷史新高啊！咁亦都有一批人就會話而家嘅情況同07年10月嘅 melt up 非常之相似啊！當時都係股市創新高，失業率都喺度升緊嘅。如果大家記得嘅話，當時資金同埋投資者嘅睇法一變咧，0708個市係跌咗60% 嘅。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另外仲有2個因素都已經話俾我哋聽，經濟出現咗深層嘅疲弱㗎啦。第二個嘅就係美聯儲局已經將 Fed Funds Rate 保持咗喺2008年以嚟嘅最高嘅水平啦，同埋已經保持咗一段長嘅日子啦。第3個指標亦都 alert 緊我哋嘅就係一個叫做領先經濟指標 Leading Economic Index， 簡稱 LEI 嘅數據。喺過去3年已經劇烈咁樣下降緊㗎啦。佢由高位回落嘅起點就係正正因為2022年聯儲局開始加息嘅時候釋放出嚟嘅一個信號，加埋第一項講嘅就業增長放緩啦，令到失業率升多過0.5% 啦。呢3樣嘢夾埋，每次喺過往嘅歷史衰退之前都出現過㗎。咁睇嚟而家距離全面收縮淨係差臨門一腳。回顧翻美市100年嘅走勢啊，過往每一個股市嘅高峰出現之前都有一個催化劑，一件宏觀經濟事件將市場嘅情緒由樂觀突然間轉為悲觀，包括70年代同埋90年嘅油價暴漲啦，2001年嘅科技泡沫啦，2008年嘅次按泡沫啦，2020同埋1920都係因為疫情，全部都需要一啲藉口、一啲催化劑。而2025年經濟學家認為最有可能嘅導火線就係關稅。咁究竟當前嘅關稅係咪真係可以同以往引發經濟衰退嘅 catalyst 相比呢？咁所以我哋今日會透最主要嘅石油價格暴漲同今一次嘅關稅做一個快速嘅比較。睇翻過去75年嘅走勢幾乎每一次喺經濟衰退之前油價都係急劇上升嘅。70年代啦、80年代啦、90年代啦，全部都係因為油價飆升而直接影響嘅。2008年嘅經濟衰退個主因，除咗係科技同埋次按爆破之外油價飆升都係一個間接嘅因素嚟嘅。平均嚟講，每次衰退前油價會係升150%，各行各業都需要用到油啦，所以佢對全面嘅經濟係造成極大影響。油價上漲會推高運輸、製造業同埋供應鏈嘅成本，簡直係成個社會嘅基礎都會被影響到。好啦，咁今年4月份嘅關稅暫時嚟睇下，佢嘅平均上升幅度係18%，驟眼睇落油價嘅飆升150% versus 呢個關稅嘅上升只不過係18%，聽落好似爭好遠咁樣啊！咁我哋又實質睇下佢對 GDP 嘅影響啦。
每100% 嘅油價上漲咧，就會導致 GDP 減少5%。咁頭先講過啦，每次經濟衰退之前，油價平均上漲150%啊嘛，咁所以就係導致 GDP 下降7.5%。而關稅咧 ，so far 18% 嘅升幅咧，係會大概帶嚟2.6% 嘅 GDP 下滑。驟眼聽落7.5 versus 2.6爭3倍喎。不過唔好低估關稅帶嚟嘅一個致命點，就係不確定性。佢會導致好多大企業將佢嘅招聘計劃 on hold， 或者將啲 deals 延遲交易，等一陣睇定啲，直到局勢明朗咗先。同油價突然間飆升咧，有類似嘅壓力㗎。因為當油價飆升嘅時候，企業成本上升咗啦，咁佢哋就會開始計下條數，下季嘅盈利係咪仲可以做到咁靚呢？咁所以同時間亦都係要將佢哋嘅招聘放緩，甚至要削減開支。同關稅兩者帶嚟嘅不明朗因素咧，非常之似，只不過關稅帶嚟嘅不確定性比典型嘅油價衝擊更加大。好似今年4月一公布 tariff 嘅時候，美股暴跌20%，幾乎可以引致經濟衰退㗎。只不過後尾政策迅速明朗化，投資者亦都迅速返回個股市度，全民 buy the dip， 先至將美股繼續推向高峰。因為喺股市市場裏面，投資者最關心嘅就係一樣嘢，叫做企業利潤。佢哋唔會理民生啦，或者經濟出現緊嘅一啲痛苦啊，所以大家就會成日睇到點解股市同埋經濟出現咗落差啦。咁而帶到我哋今日最主要講嘅吊詭原因，點解咁多不明朗因素底下，股市都仲可以創新高，經濟都仲幾撐得住呢？因為一樣嘢就係企業利潤，呢一樣嘢亦都係我哋嚟緊呢個商業周期最必要留意嘅領先指標之一。咁啱啱呢個星期咧，美國嘅銀行股咧率先出業績，而且非常亮麗啊！我喺 Patreon 會每個禮拜同大家抽10隻大家嘅愛股出嚟，每個星期用圖表做一做分析。有興趣嘅可以過去我嘅 Patreon 7天免費參加2級課課，同我哋一齊密切關注重要嘅美國企業嘅利潤成績表。睇翻最近嗰兩次啊，即係2001同2008年嘅經濟衰退啊，當時企業利潤係明顯下跌嘅。咁當公司嘅利潤壓縮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就係開始裁員啦。咁當然失業率會飆升啦。而且啲人唔敢消費，唔敢投資，咁跟住公司盈利更加萎縮，成件事就係咁樣繼續 loop 落去。不過到目前為止，美國嘅企業利潤仍然處於歷史高位，仍然未見到對經濟造成明顯嘅打擊。咁所以我哋要留意嘅就係咧，嚟緊嘅每一個季度嘅 earnings season 啦，睇下會唔會進入大規模裁員啦。咁不得不承認嘅，美股雖然強，但係就業市場連聯儲局都承認已經開始轉弱緊，所以佢哋都要開始慢慢減息去保持個平衡啦。所以我哋都要留意究竟會唔會就快處於一個商業循環嘅最後階段。一旦出現頭先提過嘅任何一個催化劑，例如油價衝擊啦、關稅啦，或者上一集提及嘅新一輪嘅美聯儲局加息行動啦，全部呢3樣嘢都會壓縮企業利潤率。下一步就係經濟衰退。而而家我哋又嚟到呢個臨界點附近。今日嘅影片唔係想嚇你，而係想你明白有風險唔等於要即刻離場，反而要學識點樣管理自己嘅資產、風險同埋情緒。因為能夠長遠生存落去、穩定咁樣增值嘅人呢，唔係最聰明嘅人，而係最冷靜同埋最有系統、最有 planning 嘅一個。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喺未來8星期由輸多贏少變成穩定盈利嘅交易者，然後點樣一步一步放大你嘅利潤，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守住你嘅財富，同埋將你嘅財富轉承俾你嘅下一代嘅話，你可以即刻預約一個1對1嘅策略通話，又或者睇翻我最新嘅免費網上工作坊，我會一步一步講解點樣喺市場變動中穩陣咁樣繼續增值你嘅資產。喺我嘅工作坊裏面，會同大家 map out 呢個100萬變現藍圖，一步一步話俾你聽點樣由一個匱乏或者恐懼嘅 mindset 未做到穩定盈利嘅呢一邊，慢慢用唔同嘅工具幫你8星期變成一名 CPT 穩定盈利交易者。而成為 CPT 喺市場度每日穩定咁樣當佢 ATM 咁咧，都唔係我哋終極目標啊！錢或者 CPT 呢個身份都係一個工具，因為我要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哋最後尾達到嘅目標同埋一個豐盛嘅 mindset。你努力賺錢背後嘅好多真正原因，幫你攞翻財務主導權，而達到你所有嘅夢想同埋目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掃呢個 QR code 立即免費登記參加呢個工作坊。唔止淨係俾 information 你，參加完1小時之後，我仲會俾到 transformation 你。鏈接我放喺描述欄。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對你有啟發嘅，記得 like and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同樣關心投資同埋理財嘅朋友。訂閱同埋開埋個 notification bell，I for 4。我哋下一條片見。